竹葉小館開分店啦。但係阿竹發現，原本嘅資料庫根本頂唔順，生意好，開分店本來好開心，但係分店啲訂單應該擺喺邊度好呢？兩間店係咪共用同一張客人表？庫存又要點樣分開管理啊？阿竹試下喺現有嘅資料庫度加欄位，點知越改就越亂，欄位多到數唔晒，資料又重複。而家揾個客嘅資料都慢到嘔，貓頭鷹博士行埋嚟，好嚴肅咁講啦：你個資料庫一開始就冇設計好啦，設計資料庫就好似起樓咁，地基打得唔穩，想加建就會冧。阿竹急住問：咁點先算好啊？博士話：首先要減少資料重複，仲要確保資料一致，同埋方便將來擴展，加幾多分店都唔怕。博士推一推眼鏡。呢一套系統化嘅設計方法，我哋叫佢做正規化。跟住落嚟幾集，我會教你點樣由零開始設計一個完美嘅資料庫。阿竹深呼吸，好，今次我要好好設計，唔再行冤枉路啦。